要小心嗰啲戴住律法面具嘅虛偽同埋善。其實如果你細心聽下我哋聖詩班今日唱嘅讚美詩，雖然好似講緊福音，但係其實宗教味好重。呢個就係而家全世界教會同韓國教會嘅問題所在。所謂救恩，其實要靠福音先至可以睇得清清楚楚。而家冇得救嘅人，因為佢透過福音搞清楚，所以成日都去做啲唔確定嘅嘢。所以而家喺教會先會搞到信徒之間有矛盾，就係因為佢依家已經分唔清宗教同福音有咩分別。所以話最終受害嘅就係你哋。如果分唔清宗教同福音，我同你哋都會出事。咁今日嘅經文到底講緊咩呢？會有禍患臨到。點解會有禍患呢？因為佢得救，所以先會有禍患。點解會有禍患呢？因為你喺躲咗律法嘅面具後面，活咗虛假同黑線入邊，所以要小心。所以我哋耶穌之外所有嘅家人一定要提防躲喺律法面具背後嘅虛假同論事。如果你哋表面睇落有啲香氣，但內心其實好乾涸，佢就證明你距離得救仲好遠。你哋自稱有神嘅香氣，但係內心依然好乾。你哋話自己有神嘅公義，有神嘅愛，有恩典，但係內心都仲係好乾涸。呢個就係所謂嘅宗教。唔止㗎，你哋成日洗手，但就唔洗淨自己嘅靈魂，所以傲慢嘅眼神就咁樣霸佔咗你哋嘅靈魂。所以啊，即使我哋邀請咗耶穌，守晒禮節，準備咗好味嘅嘢俾耶穌食，佢哋嘅眼神都仲係帶住咗奇怪嘅意味。作為蒙神救恩嘅神嘅子女，點解仲要帶住咁奇怪嘅眼神去生活呢？就係因為宗教。今日啊，請你哋打破盤踞咗你嘅內心深處嗰度宗教嘅牆。雖然我哋講律法，但係講到底，神嘅話語係要我哋去愛人。不過我哋反而佢哋愛去生活，唔係咩？主明明賜嘅新命令，叫我哋要彼此相愛，但呢份愛其實喺佢你哋身上流露出嚟，因為你哋未得救，只係聽佢哋信息，所以神嘅話語喺降臨喺你哋身上。成本聖經嘅核心內容得一個，就係得救啦。無論你哋幾咁熱情邀請耶穌喺屋企守晒禮節，仲特登準備咗好味嘅餸俾佢食，但你哋成日都淨係留意住耶穌做咩，睇下佢有冇洗手。你哋千里迢迢咁做禮拜，但成日都盯住隔咗嗰個做咩，心入邊仲喺度掂。我哋成日口講話咧，喺基督入邊係永遠嘅家人，但總係有啲講唔清嘅離間，無啦啦就定人罪同批評人。唔好再戴住虛偽同假扮嘅面具啦。今日啊，就除低嗰副面具，真真正正以基督徒身份去生活啦。我哋嘅祈禱越嚟越長，隨住時間過去，祈禱越嚟越耐，但神嘅回應就越嚟越遠。明明祈禱咗咁多，點解都得唔到回應嘅？其實係因為你哋自己將嗰個回應推得好遠。有啲人死都要請我食飯，結果我只係陪佢食咗餐飯，反而俾人埋怨點解唔祈禱就開餐，搞到我即刻冇晒胃口。各位作為神嘅子女，得救之後點會去隨便就開餐啊？心入邊充滿感恩，睇住神又再次俾我哋睇睇嘅日用飲食，就咁樣開餐。結果有人話牧師你要祈禱啊，所以我就話已經祈禱過啦，食啦食啦。但係你冇祈禱啊？係啊，係咪一定要祈禱先得噶？你哋表面睇落好乾淨，好有禮貌，好似個紳士咁，但係其實你哋內心深處充滿咗對神嘅不信。你喺心入邊裝住嘅唔係信仰，而係假象、貪婪同埋私欲。創世紀3章15節，神收約嗰種失去生命嘅信仰，只會覺得悲傷。所以當失去創世紀3章15節嘅民族，失去咗嘅人覺得悲傷同痛苦嘅時候，公義嘅神就會將基督嘅愛賜俾佢哋。呢個就係救恩。你哋一定要得救，唔係因為你哋好有禮貌或者着得好得體就可以得救，而係要明白神點樣用佢哋公義咁拯救我，呢個先係重點。所以神嘅獨生子十字架
救贖咗愛，如果刻印喺你心入邊，令你真真正正感受到，仲要喺你思想入邊不斷呼喚耶穌係基督呢個名，咁恩典就會臨到你嘅身上。呢個就係今日經文嘅核心內容。你冇攞到教會計住11奉獻同埋各種細蔬菜嘅奉獻，將呢啲全部計得清清楚楚，記住自己奉獻咗啲咩，服侍佢哋咩。但如果神嘅公義、愛同恩典，佢喺你嘅心入邊活躍嘅運行，佢呢一切都冇意思。你哋坐喺高位，覺得開心、滿足同幸福，呢啲全部都冇任何意義。腓立比書第2章第6節話：如果你哋因為神而感到喜樂、幸福同歡欣，你哋會變成一個點樣嘅人呢？係神令你哋被高舉，為我哋釘咗十字架上死咗基督，本身就有神嘅本質，但係佢哋將自己同神同等，當作應該堅持佢哋本來應該喺至高之處得榮耀同宣告嘅嗰位神，反而用卑微嘅肉身攞咗僕人嘅形象，為我哋背起咗十字架。而家唔好再去炫耀自己有幾高貴，反而要攞你靈魂最深處。首先高舉嗰位為咗拯救你而冇咗基督。基督係我嘅力量，基督係我嘅磐石，基督係我嘅生命，基督係我嘅能力，基督成為佢我救恩嘅角，請高舉噶啦。你咁中意聽人讚你，但你哋睇唔到上帝嘅眼淚。拜託你哋，如果真係想每日都成為蒙受上帝祝福嘅一日，就請你哋喺各各他山上見到嗰位釘咗嘅十字架上咗上帝嘅眼淚。以利拉馬沙巴各大利，我哋神，點解你離棄我，但又冇愛佢嘅？如果你哋每日就算淨係有一次將嗰位為我呼喊流淚嘅上帝記住喺心入面，並且冇你嘅對眼見到佢嘅眼淚，咁你哋就係呢個世界上最幸福嘅人。人哋榮耀就好似一陣煙咁，轉眼就會消失，但係能夠見到上帝眼淚嘅人，先至係真正有靈魂嘅人。所以啦，我祝福我哋耶穌之愛大家庭每一位，唔好淨係跟住世俗嘅教導，而係要成為得救嘅上帝子女。當我哋除低面具，唔再扮虔誠嘅時候，就會發現創世紀第3章嘅原罪其實一直都喺我哋身上作怪。所以提摩太後書第3章第5節話，要遠離嗰啲否認敬虔能力嘅人，要遠離嗰啲戴住敬虔面具扮信仰、扮明白、扮得救，但其實只係返教會嘅人。希望你哋都可以認識到自己身上仲潛藏住創世紀第3章嘅原罪，並且靠住基督嘅能力去爭戰得勝。你睇身上嘅創世紀第3章原罪係用咩方式喺度作主呢？呢個唔就係話，即使嘅上帝都有自我義嘅路咩？嘅上帝你都可以繼續生活落去，即使唔接受上帝嘅幫助，你都可以得救。點做到嘅？只要戴上面具，呢個就係撒旦嘅聲音啦。所以你睇而家先至冇辦法除低自己戴住嗰副面具。如果除咗面具會點樣？我連一啲可以自誇嘅嘢都冇啊！我連一啲可以堅持自我嘅理由都冇。靠住上帝嘅公義，我係蒙上帝所愛嘅人，咁樣仲會有咩埋怨、衝突、試探呢？各位，所以啊，臨到你哋嘅無數問題，其實唔係衝突，亦都唔係試探，而係上帝嘅恩典、上帝嘅愛，係蒙咗上帝憐憫嘅人。你哋要可以冇坦然咁承認。所以得救嘅神嘅子女之所以可以成為實踐帖撒羅尼迦前書第5章16至18節嘅人，係因為佢哋知道臨到自己身上嘅問題，其實係上帝嘅考驗。所以啊，得救嘅神嘅子女，即使冇問題之中，都總係開心嘅。既然已經得救，梗係要開心啦。永生已經臨到我身上，梗係要開心啦。即使失敗嘅都要開心，即使病床都要開心，即使小朋友遇到問題都要開心，即使屋企出現問題都請試下開心。神會喺嗰度吹入復原嘅靈，主係基督，咁咪活生生嘅。
即使所有教會都話創世紀入邊嘅神而家唔再活住，佢都仲係活住嘅。各位唔好隨住自己嘅慾望去生活。亞伯拉罕經歷咗各種考驗、失敗同苦難。當神嘅話語臨到咗心入邊嗰一日開始，弟屬靈嘅眼睛就打開咗，可以望到東南西北。聖父上帝而家都仲係賜恩俾你嘅，等你哋透過神嘅話語得到回應，成就嗰句話語嘅基督。神同你哋講，入咗我入邊，等基督喺你入邊做主。咁樣，因為你擁有咗基督母靈，神嘅公義、神嘅愛、神嘅恩典同神嘅祝福就會喺你入邊開始。各位，如果你哋將神嘅話語當生命嘅緊緊捉住，你哋而家擔心緊嗰啲面子咩嘢，其實都冇咁意思。當神嘅話語成為你哋嘅生命嗰陣，首先你嘅身體入邊最先消失咗就係恐懼。撒旦會不斷咁令你哋披住宗教嘅外衣周圍行，披住宗教外衣行嘅行去，仲會不停咁叫你哋去誇耀律法，所以令你哋唔悔改、唔更新，睇唔到問題入邊嘅祝福，令你冇停阻唔前，陷入矛盾、試探、灰心同絕望之中。所以啦，撒旦嘅策略就係令你哋不停唱嘅刺激肉體末梢神經、勾起情感嘅歌，令你哋更加深陷孤獨之中。撒旦俾你哋披上咗外衣，就係令本來應該擁有基督公義嘅你嘅，反而帶住人哋義去生活。今日我再一次拜託大家，請你哋得救啦。咁樣嘅話，世俗煩惱都會完結。神最大嘅祝福唔係其他嘅，就係要你哋擁有神嘅公義，將神點樣令你得救嗰份公義深深刻咗你心入邊。所以請你哋親身帶住救恩之路去傳福音啦。咁樣耶穌嘅愛就會充滿你哋成個人。咁你嘅身體就唔再係自己嘅肉身，而係耶穌嘅身體。你哋血都會因為基督嘅寶血而改變。所以而家活住嘅唔再係我，而係基督喺我入邊活住。睇下舊嘢已經過去，喺基督入邊我已經成為新造嘅人。願你奉基督之名開始享受重生嘅祝福。死亡啊，疾病啊，安逸嘅無能啊，我要除低一直以嚟着住嘅宗教外衣。由今日開始，我要着上基督嘅衣裳，跟住福音嘅路行落去。得救嘅人只會跟住福音，得救嘅人已經用福音為自己揾到答案。我哋絕對唔可以再有宗教嘅體質，着住宗教嘅外衣，或者養成宗教嘅生活習慣。今日嘅民數記19章16節，凡係喺野外接觸過俾刀殺嘅人，屍體、骨頭或者墳墓嘅，都要7日唔潔淨。如果你哋睇唔到救恩，跟唔到福音，就會好似今日經文講嘢，行緊一條死亡變成墳墓嘅路，即係話跟住一條充滿屬靈、死亡同埋罪惡嘅路，受咗影響嘅生活。所以掌控撒旦勢力嘅人係冇辦法消滅魔鬼嘅。掌控死亡權勢嘅撒旦而家就統治緊你哋嘅身體。除低宗教嘅外衣，着返福音嘅衫啦。關於創世紀3章15節，神係點解釋嘅呢？喺創世紀3章21節，神親自幫佢哋着上福音嘅衣裳。神為亞當同夏娃剝咗小羊皮，整咗件衫俾佢哋住。定係咁樣，你哋內心深處先至可以變得乾淨，唔係外表靚就得救，內心一定要乾淨先得。請大家睇下路加福音11章42節嘅經文，呢樣好重要啊！各位，你哋睇法利賽人有禍啦，你哋將薄荷、芸香同埋各種蔬菜嘅1/10都好仔細咁獻俾神，亦都好虔誠咁奉獻咗。但係你哋卻遺棄咗神嘅公義同對神嘅愛。理佢遺棄咗啲咩？就係遺棄咗公義、愛同恩典。唔好淨係交咗11奉獻同做啲嘅服侍，就覺得自己好啲，反而應該係你內心深處先擁有神嘅公義。你而家其實係遺棄緊對神嘅愛，淨係靠獻咗個11奉獻就變得好自大，就係呢個意思。
神叫你哋奉獻11，唔係因為佢缺錢，係驚你哋會喺記憶入邊忘記，所以先叫你哋奉獻。得救嘅人如果連呢樣都唔做，驚你哋會翻去以前嘅自己，所以叫你哋將心擺咗有財物嘅地方。創造主神唔係乞衣，唔係話你哋一定要俾錢嘅，唔好忘記係透過犧牲先賜嘅救恩俾你，所以唔好忘記，你唔好失去神嘅愛同公義，呢個就係神所喜悅嘅。你睇再點去教會又有咩用呢？只有得救成為神嘅兒女，我同你哋先至可以真正幸福。點解而家教會會遇到危機同埋失敗呢？就係因為對神嘅救恩一厘不通，只係口講嘅空洞嘅說話。我見過好多去教會嘅人，佢哋完全唔明白咩係救恩，但係就講咗好多嘢，佢哋根本佢自己得救嘅經歷或者救恩之路，佢話係跟住老婆去教會，淨係當老婆去教會就可以入天堂咩？救恩係要每個人親自去得着嘅。各位，喺伊甸樂園入邊，亞當嘅地位係咩？係神嘅形象，係被造咗同神一齊嘅地位。所以得救嘅亞當同夏娃就被賦予咗可以征服、管理同充滿大地嘅神祝福嘅位置。但係自從亞當同夏娃離開咗伊甸園之後，人類變成咗點？變成佢互相卸責、互相指責，仲將責任推俾神，埋怨神咁樣。所以掌控罪惡權勢、掌控死亡勢力嗰位呢，就成咗王。而家人嘅地位已經改變咗，依家嘅一個人係善良嘅，不單止所有人都達唔到神嘅榮耀，而且因為罪嘅工價係死亡，你哋而家已經變成俾死亡掌控嘅軀體。所以啊，你隸屬靈嘅狀態就係你哋係你嘅老豆魔鬼嘅仔女，係講大話嘅人。而家你哋嘅身體已經俾人掌控，你哋曾經因為罪惡過犯而死，但神憑住佢嘅公義令你哋重新活返過嚟，係靠住神喺十字架上邊嘅愛令你哋復活。神白白咁將恩典當禮物送俾你哋，但你哋都仲係話唔要唔要，你嘅內心就係乜嘢狀態？所以咧，以弗所書第2章第2節講，你哋當時嘅狀態係點呢？就係跟住嗰個掌權嘅空中嘅勢力行。你喺接受咗嘅背逆入邊運作嗰啲天上邪靈，而家就變咗做憤怒之子。所謂空中權勢，即係話可以轉入好微細嘅拉隙入邊。你哋內心嘅狀態，只要有少少拉棘，撒旦嘅靈咧就會轉入佢，搞到你哋亂晒大龍。所以而家人嘅內心咧已經變得荒廢同殘破。大家聽到要認真嘅，如果開始眼睇就要提起精神。而家正正係最重要嘅信息要傳達嘅時候，天啊，我都想索性唔講啦。呢個時候大家又會突然醒翻笑一笑，真係奇怪。呢個就係我哋隸屬靈狀態。即使而家自己已經崩潰，內心荒廢，明明有機會振作，神嘅時間表已經到咗，人生嘅轉捩點就喺眼前，但我哋都仲係迷迷糊糊嘅。所以啦，當我哋內心狀態俾嗰個掌控空中權勢嘅入侵嘅，你哋嘅生活狀態就好似使徒行傳13章10節講嘢，全部都變咗做神嘅敵人。你哋自己就靠住一股蠻勁、意志力同信念硬撐住，所以就變成咗充滿各種詭計同惡性嘅人，淪為魔鬼嘅子孫。跟住落嚟，我簡單解釋下點解所有宗教都會有回應。佛教入邊都有好多回應，甚至去做巫術嘅地方都會有回應，揾算命先生都會有回應，去大真理教、天理教呢啲地方都一樣會有回應。所有宗教都會有回應，因為嗰啲係惡神嘅回應，係惡靈嘅回應，係撒旦鬼神嘅回應。所以哥林多前書10章20節話，同鬼神打交道嘅人呢都會有回應，結果之後就會知啦。所以哥林多前書5章5節入邊講呢樣好重要，係點講嘅呢？話呢啲人已經交咗俾撒旦，係為咗要肉體滅亡，靈魂雇主耶穌嗰日得救。所以唔好淨係諗住勉強得救，從今日開始要真真正正得救。哥林多前書5章7節清楚講，要除去舊嘅，
你哋係無酵嘅，要成為新團，所以要將舊酵除咗去。我哋逾越節嘅羔羊，耶穌基督嘅寶血，已經成為你人生所有問題嘅贖罪祭。所有嘢都要交俾基督，唔好再爭嚟爭去啦。你哋知唔知道啊？拜偶像嘅人身上成日會出現好大嘅能。你喺今日開始，如果下定決心要拜偶像，不如喺你銀包入邊嗰張5萬韓元紙幣貼咗額頭，到處行下試下啦。我哋神啊，我哋神啊，我哋神啊，咁樣你睇就會誕生咗5萬韓元教，因為能力顯現咗出嚟，跟住開始有人睇住5萬韓元，跟住你哋一齊聚埋。所以你本身只係帶住5萬韓元，結果變咗10萬韓元，有啲人甚至變咗20萬韓元，有啲人真係中嘅大獎。你睇可以試下，如果你想咁樣生活，就唔好得救，繼續拜偶像啦。要唔係你就將屋企嘅鋤頭掛喺天花板上，咁樣所有做苦力嘅人都會聚埋咧。你可以試下睇住嘅刀去拜偶像，睇下能力會唔會降臨。所以咧，神仙會叫我哋要提防佢打住主名義嘅行神蹟嘅人，話佢哋係假先知。拜偶像睇到能力又點啫？你要得救先得㗎，淨係得救嘅，你哋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幸福，內心有平安。各位，魔鬼係有方法去控制人嘅。魔鬼會俾人一種想揾神嘅本能，想揾神嘅本能，因為人係照住神嘅形象做出嚟，所以呢種想揾神嘅本能會不斷被點燃，所以佢哋人就會咩都去倚靠，遇到咩就捉住咩，佢哋咩都隨便執咗食，各式各樣嘅嘢都執咗食。而家嘅基督教就係佢，有啲祈禱房宣傳自己有預言，有啲地方宣傳能力醫治呢，佢全部都係做緊廣告。有一次啊，我去鄉下，見到下面寫住大成寺呢個廟嘅名，仲掛住橫額話唔理你有咩病都冇啦，只要我一摸就可以醫好你。於是我就入咗嗰間叫大成寺嘅廟，結果有個年紀好大嘅老人問我：你哋健康喺呢度做咩啊？我話我成身都已經俾癌症侵襲㗎。結果佢話唔好呃人啊，佢話喺你身上見到耶穌嘅形象。我話我唔係耶穌啊。我話我係病人，但係佢就話病人唔係咁嘅，真正嘅病人都會話自己病咗先，佢面上就知啦。呢位師傅認得我出嚟，於是我就話其實我係個牧師，不過因為橫額上面嘅字太嘅禮貌，所以我先至啟。你都要得救，不如等我幫你按手祈禱啦。如果唔係，每次你幫人按手祈禱嗰陣，所有嘅鬼都會走咗去你身上，搞到你好慘。佢聽完就話：而家我就係咁啦。啲人雖然病好咗，但原本控制咗冇乜鬼，全部走咗去冇身上。我哋成日都想去邊都等人幫我哋按手祈禱，係咪先？請你得救啦！對住活生生嘅上帝，竟然連一次按手祈禱都未試過。只要有人話自己係有能力嘅僕人，你就兩眼發光。平時冇闖地嘅人都會冇錢出嚟奉獻。你要高舉住喺你入邊嘅基督，要為咗你哋所侍奉嘅教導，為咗神去犧牲奉獻，佢先至係回應，佢先至係祝福。各位，只有天國嘅福音傳到萬民，結局先會嚟到。所以只要你睇心入邊有天國嘅福音，得救嘅神就會保守你哋，直到基督嘅日子。而家撒旦嘅勢力主導緊，不停咁令你哋本能嘅隨便咁接受唔同嘅嘢，搞到而家教會對救恩都亂晒大龍。所以而家唱嘅唔係得救嘅人應該唱嘅讚美，而係佢刺激感官神經嘅情感讚美。嗰個耶和華嘅盾牌、耶和華嘅力量、耶和華嘅能力，而家都喺基督入邊同每一個得救嘅人一齊。請正確咁去讚美。所以而家所有基督教信徒、聖徒唔單止失咗方向感，仲忘記咗作為得救神兒女嘅身份同權柄，迷失彷徨，接受唔到聖靈嘅引導，甚至自己嘅命都冇改變。而家教會喺失去救恩奧秘嘅情況下，都仲繼續祈禱。失去救恩但仲喺度祈禱嘅人，就變咗做撒旦嘅跑腿啊！你睇，要將神賜落嚟嘅得救之約刻嘅心入面，然後用祈禱將刻低嚟嘅說話聯繫埋一齊，
佢先至可以得到回應。如果失去咗救恩，連神嘅說話都冇咗人，只會喺度嗌主啊、苦啊、主啊，佢哋人應該要入精神病院啊，只係因為係自己人先勉強一齊生活啫。所以羅馬書第5章17節先會正確咁同我哋講，要正確噶，因為一個人犯罪，死亡就透過嗰個人臨到所有人，而家嘅所有人當中作王。因為聽咗呢個交火撒旦指示咗祈禱，問題先會出現，罪嘅權勢、死亡嘅權勢、恐懼嘅權勢，因為而家係惡魔掌控住，所以令到肉身覺得驚同唔安樂，佢就不斷叫人用肉身嘅方法去祈禱。我哋因為基督耶穌喺新生命入邊，佢成為神仔女嘅身份同權柄之中要作王，祈禱就係作王。宗教係依附乞求，但係基督教係得救嘅人宣告，係命令，係掌權，係治理，係懲罰，係賜福，係救恩。如果可以明白呢個奧秘，就真係非常厲害。你哋唔好俾罪嘅，你哋必死嘅身體上作王，令你哋順從身體嘅私慾，都唔好將你哋嘅肢體獻俾罪，做唔義嘅工具，反而應該獻俾神嘅公義、神嘅愛、神嘅恩典，咁咪得咯。但係我哋成日都想將自己獻俾罪，獻俾罪嘅權勢，因為俾罪玩弄住。主啊，求你將呢份恐懼從我身上攞走。主啊，我而家真係好辛苦啊！哎呀，主啊，天父啊，我應該點做好啊？其實呢啲係向罪祈禱，係俾罪嘅權勢綁住，依家正感受折磨，就係咁。只要你哋好似從死裏復活嘅人哋，帶住清楚嘅信心，將自己獻上，將你哋嘅肢體當作義嘅兵器獻俾神。我喺基督入邊已經成為咗神嘅新兒女，憑住神嘅公義、神嘅愛同埋神嘅旨意，我接受咗基督，成為擁有神兒女身份同權柄嘅人。疾病、詛咒、死亡都要奉基督個名徹底崩潰。呢個就係救恩啦，請接受救恩啦！唔好發抖，唔好退縮，唔好驚，唔好灰心。即使你失敗咗100次，到第101次嘅時候，神都會等你重新企翻起身。唔好淨係聽人講，可以參考下啫。我哋要將自己當做義嘅兵器，獻俾永活嘅神。所以第14節話，罪唔可以再控制你嘅，唔可以再控制我。嗰個交法搞唔到神嘅兒女，因為你唔喺律法之下，主係基督，係永生神嘅仔。但係今日神話地球上嗰啲最頂尖嘅信仰者，如果唔係用正確嘅福音去過信仰生活，無論宗教信仰幾虔誠，最終都只係法利賽人、文士、撒都該人，係被詛咒嘅人。宗教生活會整出嘅儀式、規條、傳統，仲會生出好多唔需要嘅嘢，同埋無數教義。但係咧，佢都唔可以令人得救。當你哋真正體會到創世紀第3章第15節嘅完全福音，見到真正嘅福音之後，就可以超越其他一切。而你無法超越嘅極限就係宗教。所以而家韓國教會先會面臨危機，就係因為呢個原因。神賜俾得救嘅神嘅子女能力，就係要你哋靠住福音去超越自己嘅極限。如果你得救嘅成為咗神嘅子女，但係唔識祈禱嘅奧秘，你就解釋唔到你生命入邊嘅一切。好多人呢，雖然話自己得救佢蒙佢恩，但因為唔識祈禱，所以解釋唔到自己嘅生活。生活入邊出現問題都係咁，所以先會慌亂。冇錯，肉體嘅睇法都會不斷湧現出嚟，所以成日都覺得唔安心，左望右望，活嘅判斷同定罪之中。耶穌冇食飯，照道理應該要先洗手先食，但係佢一入嚟就咁樣做，所以佢哋就用餘光望住佢。呢個就係今日經文嘅內容。佢哋解釋唔到自己嘅生活應唔應該洗手先食飯呢？因為解釋唔到生活，所以先會用餘光望人，定罪判斷人。本來好有禮貌嘅人，一下子撞開就變得好奇怪。點解而家去教會嘅人咁多精神問題呢？就係因為解釋唔到自己嘅生活。如果你冇遇到嘅福音，所有問題應該都係冇先啱啊！應該要成為耶穌基督嘅教會先啱啊！聖靈充滿，世界福音化，
破壞我哋嘅關係，令我哋分心，令我哋冇辦法喺永恆嘅共同體入邊拯救生命，令我哋靈魂震撼。嗰啲污糟、邪惡、殘忍嘅宗教體制都要奉基督之名徹底崩潰。但係因為冇辦法正確咁解讀呢種生活，所以教會入邊有好多人成日都三心兩意。你哋嘅細路大多數都係咁，心思不定。你哋自己都係成日左顧右盼，已經變咗做習慣。跟住父母學，